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中国人大常委会昨昏快速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法案内底总共有66条，上届引起外界关心的有4条：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也是境外势力，及危害国家安全，拢爱食罪。上当是判无期徒刑，而且无论敢是香港人，只要人伫香港，拢照掠。香港伫这半年来，连连发生民众抗争，淹过30中国人大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香港民众的自由加抗争行动会被大幅度限缩。和民主派形容这是香港上黑暗的一天，伫一國兩制之下享受嘅自由加法治從此消失。我會講係一國兩制嘅死亡證嚇，已經正式證明咗，或者亦都確認咗咧，一國兩制喺香港消失。真侪香港人伫咧商場默哀抗議，警方一暗就逮捕幾多個人。港版國安法生效嘅日子，拄好是香港回歸23周年前一天。每年香港上大型嘅民間集會7月遊行，和港警以限聚令為理由打壓。主辦嘅香港民電也向市民道歉。過咗今日之後，民陣仲存唔存在呢？係一個疑問嚟㗎。我唔想我公佈咗一個遊行，但係到期時民陣已經唔存在。我哋冇辦法負起我哋嘅責任，咁所以下個星期我哋有能力嘅話，我哋仲存在嘅話，我哋會盡快公布民陣下一次嘅行動嘅方式。30暗11點，港版國安法是由中國官媒新華社對外公告，臨時港府公告。港媒講，特首林鄭月娥佇咧事先也無看過條文，就知影中國立法嘅決心，和國安公署管過香港嘅司法。嚴過林鄭月娥佇咧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發言嘅時陣，依然為港版國安法辯護。It will not affect legitimat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individuals, which are protected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relevant international covenants applied to Hong Kong. They include, among others, the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demonstration, and of procession. In short, the legislation will not undermin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Hong Kong'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總共有66條文，差不多9500例嘅港版國安法，確定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一個勾結外國或者是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所有罪名相關嘅刑罰攏是無期徒刑。未來涉及外國嘅重大案件，香港嘅法院攏無法度管，會當甲人送中國，而且無論涉案人是唔是香港籍，只要罪行涉及香港，就算是轉機過境，攏有可能受影響。記者綜合報道。中國人大嘅常委會昨昏通過香港版嘅國安法，包括歐盟、英國、美國、日本甲國際社會攏在譴責。美國嘛大聲提出制裁，要停止出口國防甲高科技嘅產品去香港，而且對香港嘅關稅優待嘛要劃停。不過北京雖嗆聲講，中國唔是防嚇驚大漢嘅。中國不是嚇大的，美方通過所謂制裁，阻撓中方推進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的圖謀，絕不會得逞。北京當局所講，會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嘅港版國安法，和國際社會真擔心。法案通過進程，美國伫咧29先提出制裁，國務院甲商務部先後宣布停止對香港出口國防甲部分高科技產品，撤銷香港特殊地位，暫停對香港關稅優惠待遇。英國也真擔心。We are obviously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decision to pass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in Beijing as it affects Hong Kong. We will be looking at the law very carefully. We will want to scrutinise it properly to understand whether it's in conflict with the joint declaration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第30個隨處列來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英國帶頭嘅27個國家發聯合聲明，希望北京重新考慮實施港版國安法。歐盟也講難會回應。And having a detrimental effect 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we deplore this decision. 目前差不多3萬日本人住喺香港，日本認為港版國安法恐嚇影響上千經營喺香港嘅日本企業。國防長官菅義偉以嚴重程度強烈到譴責嘅外交用語表達反對立場。國際社會や香港市民の強い懸念にもかかわらず、同法が制定されたことは
遺憾であります。菅義偉強調，港版國安法破壞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信任，將會加相關國家研究。敢若是講，可能會有進一步對策。記者綜合報道。世界鄉親，咱做伙來看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先來看《蘋果日報》，為了幫助香港人，咱政府有設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按算今仔日要啟動。受政治的因素造成安全有緊急危害的香港人，只要合法來咱台灣提出申請，政府就會出錢，以專案的方式，甲因鬥3工，提供基本的照顧，互因佇台灣會當食頭路甲生活。來看《自由時報》，中華電信甲台灣大哥大昨昏攏宣布5G正式起股。5G 一個月的費用，對599塊到2699塊攏總有8種無共款的方案。若遠傳的5G嘛，按算伫明仔載要起行。來看聯合報，酷管求協會防指控侵佔公款這個案件，檢察院認為辦這個案的檢察官陳龍祥，佇這個案有11項下魂，所以對這個檢察官提出彈劾。也毋過，司法院的職務法庭昨昏認定，這個檢察官無重大失誤，判伊免刑罰。若檢察院表示會提出再審。來關心針對國民黨不滿監察院的人事案去佔領立法院，總統蔡英文昨昏回應這件代誌，伊是表示講，這份名單比總統馬英九在做總統的時，更較有進步性。總統府的秘書長蘇嘉全昨下晡嘛帶考試院的正副院長，也有委員的被提名人，做伙去立法院拜會調野的黨團，也毋過無見到國民黨甲民眾黨。柯港人事案近來引起真濟爭議，也毋過總統府秘書長蘇嘉全30餘元率領考試院正副院長被提名人吳永春、周鳳憲，甲9位科委被提名人拜會立法院長游錫堃甲調野黨團，也毋過在野黨只有時代力量黨團接受拜會。就是說這一屆，我們希望它是一個最後一屆的這個考監兩院時代黨團雖然接受拜會，也無被記哩各提會考監，其他在野黨更較無互因好面色。國民黨發聲明拒絕拜會，批評民進黨佇立法院以多數暴力歡迎霸道，互調野氣氛無好。台灣民眾黨也拒絕拜會，也佇黨團總部外掛布條仔抗議。本黨團立場就是現在就是不要接受這樣名單，那我們拒絕被摸頭的。國民黨黨團以及民眾黨那麼下午不願意接受我們的拜會，我想我們是尊重他們的決定。那麼後續我們仍然會繼續來爭取他們的支持。對頂日國民黨佔領機場，阻止監察院人事，甲馬前總統辦公室批評，蔡政府才較真歹看蔡英文總統30日頭一擺回應。那我們相信這是一張是不錯的名單。那我也要請各界好好的看一下這張名單，那尤其是馬前總統也好好的看這張名單，這張名單絕對比他所提的名單來得好，更有進步性。立法院伫7月17日進行考監兩院的人事動議權案投票，對外界質疑民進黨廢除考監的決心，蔡總統再次表示，目前是修憲完成前的過渡期，考監也是愛繼續運作。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天氣，今仔日甲明仔載兩天受鋒面瓦緊，加上西南風的影響，咱台灣附近的水氣有較高，所以雨水嘛變多。咱來看雲圖，今日佇中南部、澎湖、金門、馬祖有局部短暫陣雨，也是雷雨，其他的所在是多雲到好天。過到了後，有的所在有西北風，若有一寡所在雨會較大陣。這兩天佇馬祖高大霧會影響能見度，所以氣象局透早嘛有針對馬祖發布濃霧特報，馬祖的鄉親愛細緻。在溫度的方面，雖講今仔日各地有機會會落雨，也毋過天氣同款是真翕熱。大台北、也有花蓮、台東、新竹、雲林、彰化、南投、外近山區的所在，攏有機會會達到36度以上的高溫。若各地頭的紫外線指數嘛是過量到危險的級數。咱台灣各地頭的天氣同款是真熱，昨昏上高溫出現佇台東的金峰有38度半。另外，受反性型現象的影響，今年7月份到9月份溫度恐驚會更較燒熱。若今年會影響咱台灣的風颱，氣象局是預測講應該有3個到5個。
好长的营野真重世界蒙烟散舞，对花的山林景色看起来蒙蒙蒙。花东唱国头红皮沙，四界拢是红皮营野，佮加上日头赤夜夜，温度真悬，当地居民拢讲无爽快，又搁翕又搁垃圾，尤其是伫咧树荫下骹食冰纳凉。台东非常的热，但是有凉风，还 OK。一整天下来，所有的家具啊，什么都灰尘一大堆啊，人也很闷，很不舒服啊。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台东金峰伫咧30下晡2点50分测到全台湾上高温，出现38.5度。第二是花莲玉里甲岛溪，拢超过37.5度的高温。另外，湘北顶点高的县市，拢是感觉式的灯号。若是高温烧热的天气，可能还该继续一段时间。气象局表示，目前西北太平洋敢若2个风台形成，预计下半年风台形成的数量是正常至较少，超有21个到25个，有3个至5个会侵犯台湾。由于台风生成的位置相对于台湾比较近，所以跟圣婴年比较起来，侵袭台风的台风强度相对来讲会比较弱一点。气象局表示，目前热带地区的海气状态接近正常，不过反性的现象有发展的趋势，致使今年热浪可能会更较烧热。另外，嘛要提醒民众，7月份开始进入风台季，民众要提早甲预防风台准备做好，嘛要注意热天高温甲雷公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升悬，即马全世界的病例数已经超过1042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共款是1447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200多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俄罗斯，美国已经超过269万例。巴西超过136万例，俄罗斯超过64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31万例，西班牙有29万6千例，意大利有24万例。全世界武汉肺炎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伊就讲，后礼拜要派人去中国调查病毒的源头。那欧盟已经宣布讲，对今日7月7日开始，要允准14个非欧盟的安全国家入去欧洲，不过并无包括美国、中国甲咱台湾。意大利首都罗马的观光胜地巴洛克式风格特雷维喷水泉，29岁无有看到游客形影，不过明显甲以早袂比值。若是4科维亚餐厅的户外座位嘛拢无人，佮加上游客占上侪美国公民，无伫咧后边伫要开放的名单内底，对观光生涯是真无乐观。È molto importante, diciamo perché sono un paese che ha molti abitanti, comunque il turista è un numero elevato, cioè che viene comunque a Roma è sempre venuto. Se quelli non vengono, giustamente diminuisce ogni cosa, ecco. 根据统计，今年超有1500万的美国游客会去欧洲，不过欧盟伫要伫咧7月7日开放14个非欧盟国家国民的入境名单内底。美国因为疫情继续伫咧拖，确诊甲破病死去的人数是全世界第1名，全去互排除。全球疫情第2甲第3严重的巴西甲俄罗斯嘛是同款，若是纽西兰、澳洲、日本、南韩等等的国家，拢伫咧开放名单内底。对西班牙来讲，观光业嘛是真重要，业者针对美国观光客袂当伫咧7月7日入境的代志，感觉真遗憾。Pero si están esperando que sale mejor y si pueden venir todo el mundo, sea de Estados Unidos, de Rusia, lo que quieran. 台湾甲中国即个拢去互排除伫咧安全名单以外，不过欧盟对中国确实有条件。强调讲，若是中国愿意开放欧盟旅客入境，欧盟嘛会准备允准予中国游客入境。BBC 指出，这份名单是欧盟的成员国根据正经考虑比拼了后所产生的名单。德国甲西班牙希望名单愈短愈好，不过食青龙口观光的希腊甲葡萄牙希望名单愈长愈好。法国是希望透过互会员节来开放，这份名单每2礼拜会修改一改，无得靠美国会伫咧后一波的开放名单内底去互列入去。若是英国原本计划伫咧7月7日进一步针对非必要的商店，包括酒吧、餐厅开放营业。不过中部有35万人口的城市列斯特，过去2礼拜放连社交原则了后，确诊人数增加真济，每10万人的确诊人数要到123个人，占过去1礼拜全英国确诊数量的10%。自从英国政府宣布伫30开始，针对列斯特进行封城的禁足令，呼吁民众唔通去这个城市。这嘛是英国头一届进行大型区域性的防疫封城措施。记者综合报道。
若武汉肺炎影响各行各业，加拿大出身、世界真出名的特技表演太阳剧团，这半年来世界巡回表演拢总乌有去，全无收入，即马阁欠钱，所以申请破产，3,000个员工互死头路。加拿大太阳剧团是当代音乐美戏表演的代表，全场免用一只动物猛兽，全部靠华丽舞台创意加表演者实在特技演出，带予观众奇幻的视觉响应。成立36年来，巡回全球300外城市，盈利真好。不过新冠病毒疫情拖到全球，太阳剧团3月起取消几60场的国际演出，拢无收入，负债超过10亿美金，陷入经营危机。剧团离到申请破产，加这底休无薪假的3000多名员工辞掉。魁北克法院30点开听证，若受批准，太阳剧团也伫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剧团执行长纳马尔讲，希望重整了后，应继续团结，创造精彩演出。一旦商业条件稳准，恢复营运，也打算重新搁再请这一大部分放辞了员工继续来进行演出。太阳剧团已经甲3大股东，包括美国私募基金 TPG 资本、中国的复星国际，也佮有加拿大养老基金魁北克独特投资集团，讲好收买债务，并且资助3亿美金的协议。魁北克政府投资署也投入2亿美金的债务融资，加这投资也确保剧团应留伫魁北克。The arrangement is that when the foreign shareholders, namely Fosun, the Chinese partner, and TPG want to sell, we want the option to buy. 随着美国疫情搁再恶化，纽约市的百老汇41组剧院29宣布取消秋天演出，今年拢未重新营业。明年1月初3进前，所有场次开放观众退换票。百老汇在今年3月中因应防疫暂时关门，虽然已经进入分阶段解除封城，不过最近美国西部甲南部侪州疫情快速恶化，为了防范第二波疫情搁再来，空间真话对着防范疫情不利的艺文表演产业，复苏之路要真侪障碍。记者自荣报道。若中国甲印度起冲突了后，印度的民众即马抵制中国的产品。印度嘛对6月29开始，以保护国家安全甲运输做理由，禁止使用中国开发的手机APP。中国甲印度边界的加勒湾河谷地区，伫15暗时爆发2边的士兵冲突，造成至少20名印度官兵死亡。因为代志发生了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讲是印度的军人先使人引发冲突，互印度民众真不满，发起抵制中国产品的风潮。印度政府嘛伫29宣布禁止用中国开发的 App， 包括抖音、微信，拢总59个应用软体。जो ये भारत और चाइना को लेकर जो विवाद हो रहा है उससे ये डिसीजन सही है बट सरकार से ये मतलब कहना चाहूँगी कि इंडियन ऐप कोई लॉन्च करे जिससे लोगों को जैसे टिकटॉक से रोजी रोजगार जो भी ये चलता था तो उससे कोई प्रॉब्लम ना हो。环社公司统计，社交影片应用软体抖音的用户是印度人上多，差不多有1亿2000万人，占全部用户40%。这嘛恐惊会互创立抖音的北京字节跳动科技公司，在印度扩大招募，计划投资10亿美金，成立资料中心的计划受到打击。不过印度法务部长表示，因为收到资讯口偷摕器有侵犯用户隐私的投诉，认为这个中国 App 会危害印度主权甲完整、国防、国家安全甲公共秩序，所以要求这个 App 下架。By banning these apps, a message has been given by India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it's not going to go ahead and tolerate any such exercises which are aimed to somehow interfere in its internal matters. 目前互禁止的 App 包括通讯软体、微信、Hello 加微博、阿里巴巴浏览器、UC Browser、资讯阅读平台、UC News， 佮有游戏软体列王的纷争，这拢是伫印度真正的软体。目前也未确定什么时阵会开始禁止这个 App。也毋过伫收到命令了后，谷歌甲苹果嘛必须爱为印度用户的软体商店内底删除这个 App。记者陈世彤整理报道。来关心伫印尼的苏门答腊海峡，顶礼拜出现一只强要沉去的单边船，船顶有94个缅甸来的罗兴亚人，其中有3个是细汉囡仔。印尼的海巡因为烦恼这人有武汉肺炎，所以拒绝互因上岸。不过当地印尼人看袂落去，家己了落海，甲囡仔拢总抱起来。印尼的政府才让手。行船走去，家族啊扭慢慢，边啊也有人抱囡仔上岸。
印尼苏门答腊北边海边，如果当地民众无顾危险，一个传一个，将掉伫咧海上的罗兴亚难民救上岸。 Kalau pemerintah tidak sanggup, masyarakat akan sanggup menurunkan orang itu semua. Karena apa? Kita manusia juga, orang itu manusia juga. Kita punya hati. 民众才受气是因为政府毋但是袂救人，抑阁拍算把这款难民赶登去海。苏门答腊渔民临时发现这只难民船，船顶有94个人，其中30个是囡仔。海巡接到报案，将难民带到岸边，不过当地政府认为难民有新冠病毒感染风险，不准上岸。渔民知影了，真生气，家己来救，才互政府的态度放软，互难民上岸做病毒检测，也提供临时庇护所。 长期受到缅甸佛教徒迫害的罗兴亚难民，几多年来拢会走到印尼，因为印尼穆斯林较多，甲同款信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较袂起冲突。过去印尼政府拢会收容罗兴亚人，最近因为疫情停来，一寡被救的难民已经掉伫咧海差不多4个月。 তো এই হাইরে নাগালি মানুষের ওখানে বুজুর্গ ফাঁদে তাদের তখন মানুষের মগর মারি তৈরি শাড়ি তৈরি নিজে আড়ালো মধ্যে আর নিজে মাথা হাড়ি দিয়ে খানো হাড়ি দিয়ে এবং আর সেবা দিন না খাইলে সিরাজ আর না খাই সিরাজ 这寡难民只敢食正少的米加甜果，啉海水，强要无希望。好佳在拄到印尼人愿意甲因斗相共，不过其他同胞运气无遮好。目前伫咧缅甸甲孟加拉边境难民营内面的上百万罗兴亚人，生活条件真歹，甚至连水拢无够用。不过即马全世界疫情严重，因拢互国际社会放袂记。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总会来去看世界。 伊朗的德黑兰商场有一间诊所，昨昏传出大爆炸，现场大火甲乌烟呛真悬。根据了解，已经传出有19个人死亡，6个人重伤。来看美国的联邦传播委员会今日会正式裁定，甲中国华为甲中兴通讯来做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威胁的企业，所以禁止摕政府的钱去买这2间公司的物件。来看澳洲总理莫里森今仔日会发表重大政策。 宣布要大大增加国防的开销，而且会把钱用伫咧印太地区的军力顶悬。来看中国硬渡香港版的国安法，即马是引起香港人的反弹，嘛，互真侪香港人即马对中国更较怨气。有一份调查就显示讲，香港有7成5个人认为家己是香港人，只有2成4个人认为家己算是中国人。 反送中运动已经超过1年，中国甲港府一直拢无政治民众的诉求，最近国强推港版国安法，甲香港人愈杀愈远。香港民意研究所昨日公布调查发现，民众伫咧身份认同感的分数排上悬的是香港人，中国人排倒数第2，只个人5.7分，是1997年主管移交以來上低。香港人係排喺首位啦，咁啊數字咧係平均值咧係8.6分嘅，喺第5位咧係中國人啦係5.7分啦。 呢個數字咧係97年8月有紀錄以嚟嘅新低啦。調查嘅時間是6月初1到初4，由真人隨機抽樣電話訪問1002人。若是用比例來看，有75%嘅民眾認同家己是講義嘅香港人，只個24%認同是講義嘅中國人。若是用年紀來看，18到29歲受訪者有81%講家己是香港人，只個4%講家己是中國人。年輕人對呢個中國人身份嗰個認同咧就向下跌喎，30至到49嗰個群組咧，你都見到係有個趨勢係見緊嘅。而且30歲以上嘅族群認同家己是中國人嘅比例也無懸。學者講，本來香港人甲中國人2個身份嘅認同會當強存無對立，不過最近嘅趨勢顯示，香港人愈來愈抗拒中國人嘅認同。影響身份認同嘅原因包括教育、文化、語言、集體回憶、價值觀，還有動機，也有情感嘅支持。中國強硬灌輸國家觀念，頂多是反效果。記者綜合報道。即陣武漢肺炎也未凍點，不過佇中國佫傳出一種豬亞嘅新型流感病毒。根據 BBC 嘅報道，這款病毒會危害人，若陣變種了後，有可能會變做人餵人，所以咱嘅疾管署嘛唔敢大意。武漢肺炎嘅疫情佇全世界累計超過1000萬人確診，佫有50萬人死亡。目前疫苗甲藥仔攏在研發嘅階段。但是根據 BBC 嘅報道指出，有科學家佇中國發現一種佇台灣嘅新型流感病毒有豬仔餵互人嘅可能性。
2016年开始呢，变成一个在大陆的猪只里面的一个主要的病毒。它是一只新的病毒，原来的抗体是没效，因为会使用人类的受体感染人类，而且已经有至少20%的猪工作者被感染了。对研究报告指出，这种病毒亲像是2009年的墨西哥猪流感，但是佫无完全相像。当年的杀伤力无亲像想的遐尼大，是早期的流感病毒甲猪流感的病毒有共款的所在，所以年岁较大的人是免疫。也若是国内专家指出，这种 G4EA.H1N1 的病毒，伫咧猪传互人的方面是会走接触传染途径，目前也无法度证实敢会人传互人，但是病毒是真够适应人体。那在一些动物实验也发现了这个病毒株，可以在人类的呼吸道上皮细胞复制，然后也可以感染雪貂。因为新兴传染病绝大部分的来源还是来自于人畜共通传染病，包括现在的 SARS-CoV-2 也是。所以对于人畜共通传染病的监测呢，是疾病监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疾管署表示，对报告当中也无法度看出病毒感受人传互人的现象，但是嘛是爱提醒禽畜业者、甲屠宰业者，伫咧做工课时阵爱挂喙掩、穿防护衫，做好自我保护，才会当降低风险。因为即马是全面防疫的时代，警戒是绝对袂当放零。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赶紧来关心天气奥有热，佮传出火烧山。这是台东的绿岛昨昏昨暗火烧山，甲打早起的时火也未拍花。咱来看上新的画面。根据了解，昨昏下暗7点外，绿岛牛头山的方向，也就是环岛公路由我湖到观音洞中央的山坡地发生杂草大火，火势到今日透早开始炭开。绿岛的警消即马正在拍火。根据绿岛分队的表示，现场初步烧的面积大约是4公顷，杂草甲拿刀树即马是烧到真严重。火势伫早起6点的时暂时有控制掉咧，若导火原因即马也搁在调查。来关心台东公司昨昏开高档柜演出公司牌甲市场牌两边高档对射局面，6色的董事甲3色独立董事，尾啊拢总互公司牌这边提起。反对公司，我爱大同。大约400多位台东工会员工伫咧场花声援台东的公司牌。高档会报道的所在大门口，也讲真侪穿乌衫的保全伫咧维持秩序。因过台东的市场牌也出动真侪人来投票，敢若是入去高档会进前，两边的人就去冤家过路边。这个入资已经很明显的、确实的是存在啊。3年建设王官员这几年市场派这几年一再的就想要入侵我们大同的经营权吧。台东公司牌这个市场牌有6支。因那市场牌是抗议台东公司董事长林国文件为着经营权败渡外部股东，包括歪互股东报道，或者是歪互股东选票，甚至封存股东的电子投票，彻底破坏市场的秩序。如果经营者做得不好，要自己虚心检讨。任何人都不能逾越主管机关跟金管会的裁判，来剥夺股东的股东权。今年台东董事会解散被选6色的董事加3色独党的色素。最后公司牌全部摕到9色，市场牌拢无半色。林国文件保掉经营权。针对伫股东会所提出几6项质疑，台东公司伫金管会要求下，昨暗开重大信息说明会。选举的结果对公司的这个发展跟股东权益有重大而不可回复之影响。我们依法，我们认为就说。不得行使股东权或是不具投票权的股权，我们并没有纳入这个投票的这个计算。那么主要的依据的话呢，就是像刚才我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这个企业诟病法。不过证交所认为台东的说明会也是无具体说明股东会证据，宣布自7月初2开始，将台东的股票列做变更交易方法，拍入专业高挂股。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中的火力发电厂进前已经甲2号机组重新来启动啊！台中市政府依照空污法已经发台电2000万，而且嘛要甲台电的董事长送发班。面对这个问题，经济部长是出面回应讲，伊感觉中火是真冤枉。某学者即马支持台电，认为台中市政府安尼做是在武政治。中火出乎啊，电府年代第2天的静坐抗议加上绝食的激烈手段，下昼4点外，国民党台中市议员黄建和都未抗议，分道上医。
慢下来，慢慢下来，小心。这个可以。那也接近的中中岛3县市县市长也同齐伫中会门口声援上座，也抗议台电中客2号机的行为造成公平恶化。要高抬贵手，要给他们护航。县市长一定爱出来对口，县市长一定爱替咱的民众发声。严重有差异啊！中国健康垃圾不能这样燃烧，反对。好，我们坚决反对暂停。中会2号机中客空气议题行为，哪加了中央甲地方政府的对抗，台中市政府用真悬的罚款甲司法手段，予经济部长亲上火线，替中会画网困。一方面肯定检讨成效，也为中会2号机背书。稳定供电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2号机都是已经经过空品的改良过的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啦。台中市政府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这样恐吓，那确实给同仁很大的压力啦。此外，现代宽工系教授曾炳杰、前台中市环保局长洪正中在内4位学者，3早早起出面挺中会，认为现阶段台电无检讨的义务，批评台中市政府伫中会议题面脆式的政治操作。既然天然气还没有发电的时候，其实按照当初自治条例的一个初旨来讲的话，其实台电并没有义务要来遵守生煤自治减40%的一个要求。学者指出，现阶段中会检讨达到许可量的事情，是用分林高雄的碳电来补齐，等于是将污染转予其他市，无符合环境证据。呼吁台中市政府用科学理性的方式来共同面对空污改善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即摆疫情，互本地体质就无讲介健全的日本产业变甲更较难。虽望政府有纾困，也各有振兴方案，对日本工作者加减有一寡帮衬。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讲，政府需要制定文化政策来帮助补助无共款的平台，替这日本工作者创造更较侪就业机会。咱来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新闻专题，后疫情新台湾。阮有10几场，阮有10几场的这个物件建设去。受疫情冲击，台湾本土剧团金鸡演社创办人王英如讲，遮做戏衫拢无法度穿去台顶，就连工作室的行事历是拢到6月初7，全台湾解除封锁了后，才有演出的行程。无法度出团的这段时间，演员练太极拳维持体力，也把握时间甲过去要演过经典大戏的影像整理起来，替后续的展览做准备。表演艺术就是你人拢是活跳跳的，你演才有钱。做一场是了一场，你佫梅花说，愈上中但是咧，政府规定，咱就照起工来啦吼。所以政府这个物件当然是足好的，安尼莫去误事，安尼就好啊。我伫这个日本界30-40年的经验啦吼，常常有困难啦吼，有困难。这个困难实在是较大是讲拢毋捌拄过，包括2003年的SARS都无遮严重。过去几个月疫情当在团时，国家音乐厅、电影院甲剧场拢无开放，未少艺文工作者是拢靠政府的纾困金过日子。即阵政府设振兴方案，发3倍券，搁再设艺放券，就望艺文产业会使起死回生。不过学者认为，要刺激艺文消费，单靠纾困金恐惊也阁无够。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那美国政府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一大笔钱下去，然后补助艺文创作，然后它留下来，那不只是公共艺术，它有很多的艺术文化的作品。我觉得政府也可以从这样的思考。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要请买1万个艺术家，替政府的办公大楼、社区等等的机构创作、领薪水，也留真侪艺术作品。当年罗斯福所提出的艺术振兴政策，在这波疫情到位的时，是搁一届去互提起。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董事长朱宗庆认为，替艺术家打造更较侪舞台，这个产业才有法度拍断手骨、电到用。人才技能是上重要的，你也无专业，其他都免讲啦吼。这方面咱台湾算足用的啦。这波疫情也互未来艺文产业的形态给了各种的可能性。我们确实看到未来的新常态，就比如我刚才讲内容的串流，
然后所谓的 AR/VR 的运用，虚拟跟实体的这一种所谓的界限不断的在消失，然后新的创作的可能性正在发展中，我们需要更大的计划政策去支持它。经营剧团27年的王英如也说出艺术界真侪年来所面对的危机。买票来去看表演、看展览的吼，连一杯珍珠奶茶的价值都无，你看卖啊咧。这就是因为咱台湾的美学的这个基础拍了无好，你人无食饭会死啊，灵魂无艺术会怎啊冷去，会袂水开。艺术文化是咱国家的灵魂，除了纾困和振兴方案，艺术教育要安怎定根，让观众愿意支持艺文产业，需要更较侪政策来支持。记者阿明金、张玉水、林坤明台北报道。咱台湾即阵疫情稳定下，即马中业者打算引进国际大只游览船，要推出伫咱国内外岛省一年的行程。即只船伫昨昏已经停伫基隆港啊，若船顶的船员全部都爱先隔24天，而且了后还佫有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安尼呢才有法度正式来营运。工作人员挂行李落船，由专门的通道入去发烧台检站，探索幕后邮轮再去7点外靠港基隆西化第3码头。这是今年2月初8补办成好登的基隆港了后，经过4个月尾，才佫有国际邮轮靠港。船顶的人员必须全部通过14天的居家检疫了后，才佫自主健康管理7天，到时阵才会当开始营运。检疫期间有发生有传染有确诊的状况，我们应该是会暂停，然后会请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意见来办理。机关署甲移民署派真侪工作人员早起就伫咧港区准备探索幕后船顶工作人员全部拢是外籍人士，总共有588个人，除了50个留伫咧船顶居家检疫，其他都早起9点开始分配落船。期间有一个船员流鼻水，另外一个有生5个月的女性船员身体无爽快，分别去救护车送去病院以外，其他的人员是用煤灰做冷胖的方式，坐游览车去防疫旅馆要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担心会是有的，但是据了解，他们在船上那段时间，他们也都是很安全的，并没有有这个武汉疫情，他们没有病状出现。探索幕后会暂时停伫咧基隆港3礼拜，若是船底的人员全部完成检疫，而且采检是阴性，预计8月初2开始会开始营运5抓离岛跳岛的行程。大小的旅行社表示，头一批行程目前已经有1700个旅客预订。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送头，镜头来高雄。高雄头一座老人甲少年的社会主体，今仔日7月初1要开始开放申请。除了20岁到40岁的家庭，一年收入无超过111万的少年人会当去申请。另外嘛，提供60岁以上的时段去申请，一户是14平，内底的设备正舒适。外壁擦白色，阳台是黑色简单风。这栋位伫高雄市前进高校对面的大楼，原本是厝龄有50年的警察宿舍，整修后是头一批老青共居的社会主体，内底规划什么拢有。沙发跟我们的餐桌椅，还有包括我们的空调、冰箱，各住宅塑造就是一卡皮箱，轻松入住的概念。家具家电全部拢有，囡仔房也阁特别规划有门、顾全温书。这2房1厅就费约有14平，月租7500，相当实惠。只要是适合伫高雄，也是伫高雄工作，年纪伫20岁到40岁之间的青年，家庭收入无超过110万，都有资格申请。30%是给这个居住弱势的人，包括低收、中低收、单亲那身心障碍年满65岁以上。中北大所在也阁特别去掉门店，互动线搁较无阻碍。卫浴设备也有换手，连冲水设备拢采用感应式。互中者生活更较便利。7月初1开始，为期2礼拜将开放申请，最后抽签决定，租约为期3年，互老中青3代大做伙享受天伦乐，也有良好的居住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的环山乡过去这几冬人口流失真紧，少年家拢走去外地食头路，所以政府即马要补助300万，伫当地成立创新基地，要推动地方的产业甲传统文化，希望吸引少年人回乡去打拼。
客家麻糍南桂圆甜汤，过来掺土豆，就完成这道传统客家滋味杨温水。原本伫台北食头路的陈技师，无想要看到故乡愈来愈老化，决定讲要回去故乡，甲阿婆来学做客家好食米，嘛希望透过计划，找到更较侪理念相同的同伴做伙拍拼。婆婆妈妈他们其实很认真在准备这些食物，然后等待着久归的子女。我觉得那一份就是情感是很深厚的。然后我其实，在那时候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做是快乐跟美好的，然后我想要就是持续下去，寻找一些青年或是一些有意愿参与一些社区营造的部分，那来参与就是来塑造我们整个衡山地区的发展这样。这原本是一座 A.B. 厂，嘛是居民重要的生活场所。经过这群少年人重新打造了后，变做青创基地。当地乡长是真感慨，这几年人口一直外流，嘛让当地发展真困难。像在22年前，大概有16500人，但是呢，到我们上个月5月底为止呢，我们统计出只剩下12667人而已，所以短短20几年减少了将近4000人。所以这种的状况之下呢，我们是希望借由创生基地，我们可以辅导一些我们衡山的年轻人回到我们衡山乡来创业也好，做生意或是等等其他谋生的这个工作。未来计划运用社区营造力量，甲怀山乡的各村落、学校甲店头等等串联起来，共同讨论在地的议题文化，发展客家庄的故事，希望会当向更较侪少年人回来故乡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关闭一档的家人书，伫今仔日7月初1要重新开放，而且呢，爱先要去进前，爱先伫网络做登记。准票的计数即嘛是统一的。家人市政府是表示，目前伫网络登记真热门，因为已经拢定啊。有台湾两组称呼的家人级7月初1将正式开放坐船登岛，为家人票刷渔港出发，航程20分钟内。家人市府为了杜绝过往码头的游客乱象，头一摆全面改采网络预约制、统一票价，并且限价每天1200人登岛，配合疫情解禁。市府统计7月份的报名已经满了。这个登记之后，其实就有一点这种爆满的感觉。那其实不只是游基隆屿，其实今天那个包括邮轮的部分，超过1700以上的一个游客的登记的涌入哈，觉得有这样子所谓的报复性的这种旅游，当然可以带来商机。家人区位置，家人市东北方大约6公里，面积大约24公顷，是甲闪市、乌云堡、石兴、安山岩形成的火山岛。3早家人市府举行开岛启航，岛人员指出，岛上地质基岩甲900种植物鸟类生态拢特地伫登产时详细观赏。的石头的形状，你都想象不到。像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象鼻岩。它这里也有象鼻。平常都是基隆在地人嘛，平常都从基隆看向基隆屿的方向。那现在终于有一个反向的，可以去观看基隆的美好。家人去西南边，向着和平岛甲陆地方向看去，也可当看到家人海坎海洋小派的特殊景象。那坐船西岛会当看岛屿的全景，也毋过家人外海水气充足，登岛佚佗也爱有拄着落雨的心理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境外消息来关心，咱台湾已经正式进入5G 的时代，因为中华电信甲台湾大哥大拢已经开台。那消费者上较关心的是爱开偌济钱才会当来用这无限制量的用碳海在利用的方案。即马上俗一个月是爱开1399块。3、2、1，中华电信5G正式启用。用手比出5个姿势，电信头家中华电信宣告台湾5G世代正式来呀！中华电信手头休领先开台，受到外界关心的资费方案嘛出来呀！有买手机啊，甲公文号2种选择，上上用碳海是1399。今天为止呢，我们中华电信已经建设完成了2000座的5G 基地台。好，那我们预计在今年底，我们会达到4000座的5G 基地台。那我们3年内，我们会建设超过1万座的5G 基地台。中华电信表示，5G 信号包括6都甲地转2号相关等等的地区，预计开台涵盖率17%，年底会当到30%，明年60%。我互中华电信一个人抢大戏，台高台经伫咧同一天5G 开台，同款嘛是扫8种资费方案，费用同款是对月租599至2699，两间电信大咖的资费大比拼。中华电信扫明年1月初3进前来办，一个月6,599至1199块。
地当享受酒棒流量翻倍送，啊，毋过为着避免流量的怪兽，出现一个人办酒棒全家伙用汤海，中华电信1399以上的用汤海方案，热点分享量若是到真崩地降速，啊，毋过大哥大说甲伊无共款，若是伫咧10月31之前来办5G用汤海方案，热点分享量嘛是在利用，佮加价所有资费无限速，包来卡电话免费。看有没有机会挑战1半以上的用户，既有的用户转换5G 的渗透率达到1半以上。目前我们在3年内看不到用户有什么应用可以用到5G 网速的级数啦，所以我们觉得电信3雄或电信5雄，所有人的5G 网速都是非常快的。业者坦白讲，台湾5G有真大的建设费用。啊，毋过收费真低，无法度靠网络资费来回收成本，必须要伫其他的领域来提高回报率。目前电信业者敢若剩阮团还未公布资费，预计7月初3举办记者会。啊，若是台湾之星甲亚太电信是预计伫咧今年第3季来开台。记者综合报道。啊，那今仔日7月初1，安心旅游补助嘛开始起行。交通部的观光局有提出39亿的补助，要来拼观光。啊，毋过有民众就反映讲，政府带头咧补助，结果有一寡业者来甲房间摇悬起价。观光局是表示讲，若准真正有影，安尼政府是有权力甲这业者取消这个方案。安心旅游7月初1实施，为期4个月，自由行部分，休大每人每一间房间补助1000块，离岛搁再增加1000块。团体旅游每人每工补助700块，上悬是7万块，部分平常时甲假日拢能使用。毋过最近传出有旅宿业者在地起价。花莲民宿业者讲，这是有人经由非官方方式订房，互中人抽手续费才变较贵。他用这种照片去吸引这些人说啊，我在花莲可以帮你订到这样的房间的住宿。其实它中间的差价，它赚走，会变成花莲的业者在哄抬物价。疫情落来了后，东部旅游慢慢回升，尤其是花莲台东，即阵房间真歹订，加上安心旅游7月初1实施，就更较歹订。业者讲，饭店房间介绍本来就分大小价，大价较贵一寡，不过强调袂在地起价。过了疫情，连续假期有连续的假期的优惠，它的额度会比较高一点，但并不是说有违背这个定价的规则。疫情期间一定是全10年来最大的优惠，那现在呢是已经在恢复中了，所以呢我们只是说现在价格跟去年的暑假一定是一样的，不会去随便的涨价。观光局讲，若是业者利用安心旅游补助方案去碰价，能取消伊的补助资格。订了可能就是活动期间7月到10月之间的房间，那业者又说你要参加安心旅游，那我就要加多少价格，就是这就会是我们认为参加活动期间的所谓的一个红毯价格，我们会请先是评估是不是要让他退出这个活动。观光局讲，自由行的休大讲座，即阵已经有超过10万名民众登录，参加业者超过8000间，是入来民众甲业者参加上热烈一摆。第六民众反映，旅宿业房间介绍一直要起起来进行，而且各县市政府无定期去查，确保应维持在合理的市场介绍。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咱的母语台语会当讲万事万物万项代志。伫台北有一个母语推广母语的妈妈，伊本身嘛是环境的教育人员，伊对画图真有兴趣，嘛真爱台语。毋过发现讲市面上真好找到伫小解生态的台语册，伊就爱家己画花画草，用台语文写花草的台语名，希望互囡仔伫生活中会当学着台语。大家讲伊亲像包叶纸仔，叫人破白白，所以是叶纸仔伊。你要安尼甲伊号名是吧？目睭贴甲大啊大蕊，看妈妈画的图，阿仁当伫咧认捌即只身躯乌乌，号做粉椒用的一种蜡叶。陈丽轩提出真侪水彩作品，对看叶树、画叶石到阿美族的清茶，图的边仔拢有台文字甲罗马字。陈丽轩讲，因为伫咧市面顶真好找到即种台语生态教材，也因为伊本身是教育环境人员，加上爱画图、爱台语，伊怎家己画，也伫面册创一个平台，和人分享。我足希望台语即个语言会当足健康的活落去，所以伊足需要咱甲。阮细汉的时候，常咧讲的字，爱捡倒来讲，啊，佫有新的字，爱，就算毋知影嘛，是会当含老师、含专家讨论，啊，佫创造新的字出来。敢知影即只是啥物？放假。嘿，放假。
加。全台机的行动环境其实是陈丽萱的坚持，伊毋若对有心的时阵开始接触台机，也和厝内的人共同打造全无机的生活环境，和囡仔做伙定根。毋过，这项无机家庭的坚持，伫囡仔上幼稚园大量接触华语的时，也拄到一寡挑战。囡仔去读册了后，伊就学着做侪华语新的词。伊台语若无迄种长篇的故事，互伊搁去学着做侪无共款的面向，好比讲天文，伊的华语足紧就会比伊的台语搁较厉害，搁较强势。为着延续学校以外使用台语的机会，陈丽萱和济的台语家庭创活动，亲像去野外行踏，打造生活中的台语情景，互囡仔有无共的生活刺激，也维持讲母语的自信。记者阿敏金张玉水台北报道。之前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大家拢关伫厝内。翁仔某小对象冤家要离婚，为着避免大家即马若是一时匆忙来后悔，中国伫顶个月有通过离婚冷静期的立法，也就是讲，伫咧办离婚手续了后的1个月30天内，有一边若是反悔，拢会当无准算。上海即马疫情较稳定，做外景翕结婚相的新人也变多。不过因为进前旧家庭大家拢踮伫咧厝内，申请离婚的案件也变多。即马中国的离婚率是20年前的将近4倍，每年有450万人离婚。因为婚外情闹离婚的也袂少。专门伫咧接委托收证的征信业者戴先生讲，最近业务量增加，员工增加到7个，一个月差不多才10个个案，全国走透透。男性委托人调查自己配偶的情况下，这种出轨的概率的话，差不多在80%左右。而女性委托人在调查自己配偶的情况下的话，这种出轨率至少95%。婚姻专家认为，中国现代社会离婚加婚外情的现象愈来愈普遍，其中一个原因是网络。一个是手机，那么让大家呢很轻易的就可以跟别的异性去建设这种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叫做呢就是节奏太快，第二个原因就是节奏太快，导致我们的这个工作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然后呢还有这个社会发展太快速，而且呢人的变化非常厉害。这位已经甲因翁恢复感情的太太，就是发现因翁用通讯软体微信发展婚外情。包括我的先生也是通过可能就是什么附近的人什么加到的那个第三者。为了要维护家庭的稳定，偏偏一般人因为一时的冲动就离婚。中国年代伫咧5月通过民法典草案，其中规定，提离婚登记申请的翁某，只要伫咧30天内有任何一边改变心意，就能撤回离婚申请。真侪少年人认为冷静1个月设计，确实能帮助当事人好好思考婚姻关系。不过，若是因为家暴申请离婚是无适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环境，根据上新的一份研究，南极这30天内暖化速度是世界平均近约3倍。上个主要的原因是海面上的温度加悬，小风吹入去南极。根据日教发布的自然气候变迁期刊报告，1989年到2018年30年中间，分析20个位在南极洲的观测站的数字，发现平均气温升悬1.8度，甲全球同期升悬0.5度到0.6度比较，足足悬了3倍。科学家指出，造成南极暖化主要原因，甲1万公里以外热带地区的海面温度上升有关系。过去30年来，热带西太平洋地区，也就是澳洲北方、巴布亚纽几内亚、赤道附近的海面温度一直上升，小的空气对这往南极输送，造成南极气温也在咧提悬。尽管这是几十年来一摆周期的自然变化，不过研究人员指出，人类研究南极气候只有大约60年的时间，所知影真有限，真难判定人类排放温室气体影响南极暖化程度有偌多。伫这时阵，芬兰、挪威甲瑞典核子安全监督组织顶礼拜讲，北欧地区大气中测得少量的放射性同位素铯134、铯137加镣103，不过对人体环境无害。荷兰公卫机构认为，这放射物质可能来自俄罗斯西部，怀疑是俄国核电厂燃料元件受损害。不过，这样讲法离交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否认。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у нас абсолютно совершенная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радиационной, мониторинга радиацио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икаких, как вы видели, оповещений о каких-то угрожающих ситуациях или аварийных ситуациях нет, поэтому здесь мы не знаем источник этих сообщений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из Нидерландов. 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天气后有热，高温会到36度。各地头过到了后，检测会出现大雨，也是大水雨，尤其是在山区、东北部，也有大台北到基隆这块地啊。相信若是下晡有要出门，爱细致天气的变化。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亲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逐工讲一句，台语有意思。逐工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前几天甲朋友冤家，心情有淡薄仔艰苦，真歹势。咱今仔日要讲的事是吃亏。吃亏汉字写作吃亏，罗马字写作可以吃，可为亏，吃入声第4条。亏第1条，吃亏其实就是现代词可怜啊的意思。早前常常咧用，不过现主时已经较少人用啊，真无彩。吃亏是一个真水的词，若无人用，则真正是可怜啊。甲伤心、吃亏意思差不多的，佫有怨气、气心、懊恼。忧愁、郁卒、苦楚、心酸等等，台语词内面有这么多伤心的话意词，才有人讲，咱台湾人是对伤心真有感觉的一个民族。嘛无怪古早的台语歌、台语电影内面，悲恋拢是上主要的题材，怨气、气心拢是心情无好。不过，这两个词较有，拢是你啦，这种怪罪别人的意思，甲吃亏这种较属于自卑自叹的感觉无同。懊恼是无甲代志处理好势，所以感觉真后悔的心情，主要是针对代志发展的烦恼。忧愁甲郁卒是长时间的伤心，有可能因为感情状况。生活也是为着人生大细项代志咧烦恼，逐工拢会心糟糟，足无快活。若苦楚甲心酸吼，迄种感觉较强，若像心肝头有尖咧尾共款，亲像有人讲，我君离开千里远，明日思君心酸酸，迄种苦楚甲心酸。
人讲好花难得成相对，身边无伴伊就上吃亏。虽然大家拢介意双双对对，有人做伴，不过其实一个人生活嘛真幸福，无遐尼可怜啦。留吃亏、怨气、切心、懊恼、郁卒、苦楚、心酸，人的心情有好有歹，真正常。有时感觉家己真吃亏，嘛无要紧。当有亏来的时，要会记得振作哦。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